台湾语文特区。在咧传统甲创新的道路上，有咱侪台湾子弟，当伫咧付出因的热情甲生命，不断来研究、学习、发挥新台湾的文化。每礼拜日共这段时间，由咱国立台中教育大学台湾语文学系所有老师甲同学，做伙成立制作、主持、服务小组。台湾语文特区的节目播出，欢迎各位乡亲时代斗阵来收听、批评、指教。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咱是天天广播。你即马收听的是台湾语文特区。咱今日要来讲的叫做空厝笔记，免费的自由。空厝免费，到底要讲啥个？无要紧，咱先来看伊的自我小解，伊家己写的哦。有关即科。伊家己写的，伊是写中文啊，我家己翻做台语、台文。有关即科互未来的礼物，人问伊要创啥，一定黑白用要去各地旅行来用。虽然伊讲，伫人的眼内，一个无爱做工课，毋知就是毋知要创啥的人。伊足清楚家己想要创啥，伊想要去农场斗相共，学习自然农法；伊想要去环境友善的餐厅斗相共，学做料理、做芳；伊想要学水电、木工、起窑、起灶、去环境友善的厝；伊想要去偏乡，也是部落，甲学生辅导，甲大位渐渐互放袂记的技艺，透过学习保存落来。伊想要去各地拜访各式各样趣味的人，也是组织去甲因斗欢，甲因斗相共，同时嘛，甲因的故事甲记落来。伊想要去带世界各国的旅人到台湾去伊想要带世界各国的旅行者来台湾，去台湾的各地斗相共，去熟悉观光客，去熟悉观光客，无法度熟悉台湾，甲因翻译，顺续学习各国的语言。伊想要互台湾各地，台湾，伊想要互各地拢有免费商店。免费吃啊，就是食物的分享柜，互遮的互浪费，互拍远，互囥伫遐毋知要创啥的资源，通好好利用，嘛互人有法度用上少的，嘛有法度互人用上少的资源过甲搁较好，搁较欢喜的，搁较好，搁较欢喜的生活。伊想要找的是一款选择，一个所有的人拢有通重新考虑的选择，一个咱互所有人过甲搁较好、搁较和谐、和平、搁较欢喜、快乐的选择，一个对家己、遮个人、朋友、动物、环境拢搁较有温柔的选择。伊讲这几啊年前，伊家己写的一本自传，嘛是即阵啊，即一年伊家己学白来的做一个简单的整理。顶礼拜拄更新这2个咧做的故事，顺续嘛甲之前公司拍的纪录片。伊讲啊，伊即马是咧
伊有咧做一个家叫做坐便车，坐便车就是伊伫路边啊，掠一个牌啊，也是伊个大头母举起来，个人比赞啊，看够人会甲伊个车牵落来。伊讲伊为屏东坐便车要转台中的路，7台车内底有2台讲伊有去电视顶个人看过伊。啊，毋知家己听有啥物想法？若是我，其实我上早知影，即个伊姓杨，叫做杨宗翰。我上早知影是其实我上早知影，是因为我有了解讲，即个世界有出一寡问题。奇怪，到底是啥物问题咧？要安讲，即个问题其实是发现讲，家己对即个世界无啥物了解啊，总算了解即个世界，伊到底是安怎运作的。亲像，这是我定定讲的嘛，是上好了解咱即摆有诶问题。就咱敢知影讲，银行啊，伊敢用1箍借10箍。哈，银行有敢用1箍借10箍，伊是咧讲生笑嘅。咱敢毋是讲，就是即马银行有1箍，伊就通借1箍，啊，就人家钱啊存入去银行，银行有30箍，啊，因就会通借30箍，啊，伊搁要互你利息，安尼敢有对？其实咱其实拢无。真正是无了解讲，即马诶现代经济诶根本，就是讲钱是安怎产生诶，到底是安怎？咱若阵银行有啥物黄金，会啥牌有价值诶物件，其实无。即马诶现代经济啊，基本上就是用信用甲一个承诺，讲你未来会还。所以钱就产生啊，但是what？咱个个性来讲，像啊，咱要讲即个银行用1箍借10箍，这就是讲啊，假设今日有一个人伊有100箍，伊甲100箍欠入去银行内底，啊，银行用甲伊个90箍借出去，但是像银行会安怎做？这个是现代经济运作方式啊，这无啥物奇怪的所在嘛。就是讲，就是之前有一间银行啊，因为像去美国做理发，美国伫1913年的时阵，因就甲就是伫1913年之前，美国是无中央银行的，应该是无中央银行啊，伊嘛无收所得税。怀记迄阵应该是决定有一个中央银行，就是通控制讲即卖诶钱啊啥。其实怀记就是讲伊有法度控制即个比率。就是我头前讲着，伊会1箍借10箍，也是讲伊会0.5箍，借20箍。即款诶比例啊，到后来。美国嘛，家己诶金本位，即个金本位就讲，你会当摕1箍去换价值1箍诶黄金，废除啊！对，其实即个金本位伊嘛是，即个金本位概念嘛，甲迄个咱即个行听叫啥物去海边啊捡贝、捡着螺仔卡是共款诶概念嘛。敢讲黄金是，就是遐有遐尔价值诶物件，伊嘛袂讲。伊有价值是因为伊咱亚准讲伊足少诶，所以就变有价值。毋过敢真是安尼，其实有足侪黄金是互收起来、互藏起来。可是因为收济啊，所以因就甲伊藏起来。对，就是安尼。怀疑即摆诶现代银行啊，拢是因就是1箍。伊就是有1箍，伊借10箍，啊，伊去收这10箍的利息。啊，这敢有啥问题？对啊，这是有啥问题？因1箍借10箍，我就是安尼，无我甲讲嘛是爱用钱啊。啊，这问题是啥？就是讲，规个社会啊，拢是建立伫负债，叫负债。就是讲，这规个社会、规个世界，所有国家。拢伫讲个负债，
这负责安怎负责人的，咱知影负责善食的人的无健康，精神的出问题，怀疑足侪问题，然后善食真是足侪健康问题的根源啊！啊，若阵全世界拢咧负责安怎？咱来听一下即马负债率是安怎？负债率，全世界各国的负债率甲因的 GDP， 全世界 GDP 相比，大家敢知影讲其实讲这小到是偌济？我会讲，我讲互恁听是超过320%，搁较济。就讲全世界各个国家拢是负债，伊有100块啊，因就因负债300块。这到底啥物件？好，咱来想哦，咱知影负债的时阵，人会创啥？伊毋知家己有，这搁较害，因为伊毋知啥个家己有负债，就是讲这个负债是分布着所有社会人，伊毋知这个银行体制是安尼咧运作的。或者人想要限制，伊就去想芳想西，像伊要破坏，其实做是寡破坏的代志。敢若像放火烧树啊，会当建产，建较济。这个像马来西亚即马的迄个棕榈油嘛，就是一款树啊，叫做 palm tree， 迄款树啊会当煎油出来。啊，毋过要种迄款树啊，就是爱甲野生的自然生态甲破坏，才有法度起要种树啊的田。佫有一项是佫较害，就是因调讲甲物件设计做真紧就歹，也是讲无法度互伊达到原底会当使用的迄个耐久度，亲像电火，恁知影电火哦？美国有一间消防局啊，伊家一拍电火哦。办生日快乐，甲伊庆生啊！想啊，因为迄拍电已经到100年啊，即摆已经超过100年，即摆要到，因搁甲伊架一个网站哦，15秒甲伊翕一张相片，甲伊证明讲，你看即拍电火到今要到，咱就知影讲，咱有足侪物件是调讲设计做就紧就歹，这已经是设计师一定爱有一个概念啊。好，咱先讲到遮。好，咱来听一个前提 Shadow Levy 的倒位是你的厝。土地种无果。
欢迎到转来听听广播的台湾语文地区，我是主持人顾威。我拄则讲到的，亲像银行1箍接10箍，社会负债，人会想芳想屎，去做一寡破坏的代志，互物件变甲搁较，就是互物件交讲互伊设计做真紧就换去，真紧就歹去，无法度达到，无法度达到伊原底有法度，原底有法，会迄款耐用安尼。过来安怎？过来就是即款社会的人类行为是安怎？就是讲，即款破坏竞争，是敢主要，这是公平嘛？咱头前有讲着，因为全世界各所拢在负债，因若家己无法度行的，就是爱为别人遐抢。这个社会就是有即款上根本、上根源的即款问题，给驱动大家行为讲咱即马要选择要创啥，就是这因素拢已经包含伫你的。就咱一出世就互人教讲爱安怎，这讲是因为这个社会，这个问题拢已经是内建伫大家的生活当中。好，所以咱知影讲，代志会发生是有因端的，咱爱去了解讲代志是安怎样的，毋是讲因为伊做啥物代志就爱甲伊处罚，吼是反正伊是需要处罚。总是爱知影讲，这个世界到底是出啥物问题？我就是为知影遮个代志，愈开始是一个纪录片嘛，就是台湾有人甲迄阵我英语也无遐好，有人甲伊翻译做中文，对，毋是台文，就是即马是爱翻做台文啊。总是伫迄阵我是高中的时阵，就发现讲台湾有一群人咧探讨讲，这个问题、这个议题、这个世界，就发觉就是一群人一个社团，因拢是看纪录片了解原来咱这边该创啥叫就咱会讲创啥，大家嘛是生活爱过，钱爱用，物件爱食，总是咱会讲选择讲，咱今日要买啥，要食啥。我知影这个代志，即足侪代志伊就袂去做，伊就知影讲原来我若选择迄是背后是啥物款的代志发生，付出啥物款的代价。对我毋是感觉我摕到迄个物件尔，是有足侪代志的影响。毋过我会有机会看到这嘛，是为关心社会、台湾政治。就是讲台湾无国家，中华民国是中国，就要知影讲中华民国实名台湾，因为伊开就是台湾人，就是中华民国中国开即个非法的实名开就是台湾人。我才有机会去拍破，讲互去了解更较侪代志。若要讲上啥是，我是为教育了开始，还是阁是一个故事咱老的后界才来讲。就是伫迄个社团就是一个社团拢咧思考讲干这世界问题到底要安怎，然后怀疑就是有人分享这个空厝笔记，就咱头先有讲到空厝笔记，伊是写空屋笔记空屋对空厝空屋，怀疑有人分享伊的文章我今日想要为伊的起源开始讲。伊到底是在讲啥？伊头前迄个自我小解讲甲伊到要创伊要做家己遐济，伊是安怎开始？好，我即马想要甲大家读一篇文章叫做《减我一岁的年母你》，这是这个尤宗翰已经2014年9月25号写的拜时，伊讲。骑自行车经过中央车站甲公车总站，毋免2分钟的
自行车免用分钟车停的所在，真正甲咱找着，真正互咱找着拄则前辈讲着的分店，是一间迄个间分店，边仔是一间百货公司。咱伫饭店后壁甲饭店后壁停车场啊，甲脚车停好，为栏杆的尾的空徛硬入去，装入去，硬入去。规个目睭看到的是一片杂草拍远的空地，为内面行几步，所谓拄则看到的典型的欧洲商业区，规个无共款，足好想象，伫市中心竟然阁有即款的所在，即款所在，阁行100公尺，下过 A 壁，总算看到一个红砖的人工的建筑物，就是一个啥物都无的废弃的空厝。咱两个人随就密入去，惊互警卫看到。若互警卫咱的看向游戏就 game over 啦。我讲，若互警卫发现，咱凡事就有麻烦啊！我惊，我真甲你讲，无，会有麻烦是你。你这明显是外地来的，你这些明显是外地来的东方的面孔，绝对会引起警察的关注的兴趣。你我伫红砖壁一边看讲，你我伫红砖壁边仔观察，边仔敢有人，也无放个要甲我抢，甲我开，甲我酸。你我伫红砖壁边，我看边仔敢阁有人，我甲我吐，所以就在伊往外口行出去啊。甲你熟悉是半年前，已经是半年前的代志啊。2012年3月，我收到 Couchsshare 的交换录取的通知，迄阵我对 Couchsshare 完全无半点的概念，就为 Couchsurfing 找一寡20通岁的少人，甲问讲，简小的我是一个半年了会去因学校交换的学生，去之前想要较了解因的文化，亲像敢有啥物代志爱先知影。大部分的 Couchsurfer 就是这个碰衣客啊，这个碰衣客我遮做一个补充，这个碰衣客就是你会讲甲因写批，就是有一个网站，你会讲甲因写批，伊就会讲去因兜大编辑，因遐人会讲，你会讲去倒位，会讲甲伊讲遐倒位是安怎？对哦，你会想讲吼，当然有安全的问题啊，凊彩去别人兜倒，凊彩去别人兜倒，安尼敢会使？是会有安全，毋过就是安尼才会好势嘛，就是爱熟悉在地人。好，咱搁转来。大部分的碰机客拢有甲我回，讲一寡宿舍的生活、天气啊，就怀疑大家人拢会讲着的嘛。Couchsshare 一定爱去啥物乌的国家公园。大部分的 Couchsurfer 拢是简单的甲我小解一下。你是其中唯一一个定，就是有甲我保持联络的 Couchsurfer。咱彼此的国家的文化。旅行的经验，就是安尼诚做 Couchsurfer 顶悬的必友。后来我伫德国坐便车的时阵，伊嘛咧试讲，伊嘛咧做伊人生头一届的便车旅行。咱就互相分享一个比一个更较嗨的便车故事。甲 Couchsurfing 共款。坐便车，互咱相信讲，自细汉到大汉，直直甲咱讲无应该相信的青云人。来回上百批的 email，
随讲从来毋捌去过面，煞感觉已经熟悉，甲袂讲搁熟啊。已经到昨昏，伊才会收饭硬转来。我到因兜的迄阵，咱才真正见着彼此，就咱生做啥物款。伊反说会愈现搁较久，伊是烦恼我即个无所在住的枵死的朋友，会枵死伫伊的故乡，而且乖乖要转来。这个减我就会查某，这个减我就会查某根本甲我当做囝仔咧对待嘛。应该伫遮附近啊吼，咱来到一个充满黑白话的二楼的建筑，上明显就是迄两个分别代表占领空厝甲无政府主义的正义标记，一个圆框啊捅出来的 N， 甲伫圆框仔内底 A， 搁有内底传来的人声甲叫声。互咱搁较确定，这就是咱要找的所在啊！毋过门锁起来，咱毋知要安怎入去，就是边仔研究要安怎处理，要安怎创。迄种看到二楼一个窗仔门，吊一个塑胶人啊，无穿衫的翁啊，无穿衫的身躯，用空的眼神向咱的所在咧看，侥幸啊！这鬼翁啊，甲这个空厝废墟，根本就是绝配啊！你要创啥？一个啥物厝景传落来，就明显伊早就发警案啊！毋过伊看咱找无所在入去，敢若足好耍，定无爱甲咱插尔。你甲伊讲，咱阮想要入去，迄个声煞佫甲我问讲，你是啥？就是我是啥？这作者是啥？我甲你互相对看，经过后心热，你甲伊的手底，放伊的喙根边，若亲像扩音，若像放上头安尼，对后颈大声喊：我是伊的恋母 ，I'm his babysitter。歹势啊！我知影我对遮读了无好，伊这篇是写中文的，我想要甲伊翻成台文，就是我感觉讲中文啊，要甲翻译的是中文的无效的词足侪啊，严正词嘛足侪是，若阵一般台语袂用着的，台文嘛袂写的。我对遮有一个讲无好势，一个讲无好势的所在，说啥物？栏杆哦，伊写，咱会讲动的啊，就是动物件动的迄个动的。即个作者咧写这篇文章，遮个故事的时阵，伊毋是线性的，伊就是拄好想到啥伊就写啥。反正迄阵是安尼，所以我要读的是大的是一个高中拄毕业的查某囝仔。阮脚踏的即个平台，就是拄则入来的窗口的触点。平台的两边是两个通起来的二楼建筑。即间 squad 内大部分的人 ，squad 就是讲占领空厝的，就是迄个空间叫做 squad。伫迄边的二楼生活，差不多有七八人咧来去咧行来行去，有搬柴啊，有迄钢筋啊，有迄锯柴啊。错菜啊，家拢有注意着，家拢注意着阮，就是甲对阮笑一下，又搁转去做家己诶代志。阮两个伫平台遐踅一念，隔壁二楼的厝景向摸一个头，会紧啊！阮老大伫客厅啊，伊先去找因讲啊，阮位平台的一个根本就是窗仔门的门入去客厅，拄入门，就像带着啥物含济的饲的共款。客厅内底五六只大细甲各样的狗，就为咱撞过。其中一只小号的结构龙狗特别引我的注意，伫伊正上的棕目睭。咖啡目睭的
咖啡正目睭边仔是一个奇怪佫光的粉青的目睭，互我随想到《Harry Potter》内底 Make Eye Movie， 迄就是一个小说内底的一个人嘛，伊就是一边是青目睭，一边是正常的目睭。后来咱就互这个狗音话啊，互这个狗音叫啊。看转来，较细个一者，这个狗足危险的，伊袂咬人，毋过伊会甲伊钱甲死，就用钱在甲人钱向的。现在来源是一个搬腿坐去碰伊的乌衫查某囡仔，伊的头鬃是一空搁一空的翕的边啊。就是伊用头毛甲红棍洗起来，就是洗一面搁一面，甲伊的双手拍开，甲迄只 Cora 甲有另外一只若像柯基的甲头狗抱摸伫伊的摸交交。我甲伊嘛坐去碰伊，开始甲即个逐个讲的老大的咧开讲，其实即间 squad 毋是真正有老大即件代志，所谓重要代志拢是大家爱做伙一下讨论了共同决定的。大家甲即个无到20岁的查某囡仔当安同伊啊，当做老大，当做大的是因为是伊就是2年前发现即个废墟决定要搬起来头一个人。因之前出啥问题？像人讲，遮项关起来，阁有警卫，你甲伊问。即马阮3个身躯边拢倒是只1、2只狗，甲互咱当做碰伊的，互咱当做镜头。就是一间白痴酒啉伤济，行路行袂稳，阁伫外口黑白修黑白标。啊！我叫一箍啊，为迄个边界迄边下落去啊！下断骹，袂下断手。你嘛知影，科学社遮4个拢是啉酒黑白来的人。咱即个所在搁较敏感，别个所在我无所谓啊，无安怎。咱若一出界就甲讲哦，可能伊卡遮拢是啉酒黑白来的，遮人甲咱做标签嘛。遮个技术嘛，摕着掠着即个机会，要甲咱赶出去。就甲遮个电线切断啊，佮派过来的警卫踩伫门口，歹互人入来。过来讲之前，阮总算甲遐个偌伫遮个迄寡翕赶出去，应该是规工坐去 squad， 无爱甲咱做做事。用甲咱讨钱去买酒，佮甲阮饲的鸡仔摕出去卖，互歹势叫遮咱的工作，要讲阮讲做咱，这其实爱讲阮啦。安通也家讲，直骂之前遐过来的 squatter， 我向注意到，即个查某囡仔，虽讲是对你咧讲话，伊其实为自头到尾拢是用言语咧讲。英语好甲无像是一般教育，毋是非英语系的高中生。会占领空厝的人，理由嘛有各种的无共。会统也是迄款想要反抗现有体制无政府主义者。你到伫迄阵较倾向是想要用即款较无浪费任何资源的方式去生活的人。搁较歹处理的是迄寡感觉讲住伫空厝免开钱就歹的，规工想要食草啊、啉酒欢喜的人，迄款假 hips， 就是我袂假想要做就毋是真正的人啊。即间喙讲要反政府、反资本的人，就甲别人当做家己因兜去开拍。黑白来害着因边仔的人，虽讲食薰啉酒，其实个国家嘛是足正常，甲无啥物的正常甲爆炸的代志，连食草嘛是足普遍。遐个假 hip， 敢想要 hippy， 敢想要做，应该想要做遮个少年人会做的代志。甲同性恋的代志共款，新闻的照镜
行毋是因做了啥物代志，是因有遐个特殊的身份。跟新闻个报告讲，少年人办 party 伤吵、伤乱、伤闹、妨碍治安的时，大家讲少年人爱甲 party 办甲较有站扎者。啊，不过今日报告是少年人欠命空厝办 party 伤吵、伤闹、妨碍治安的时，大家甲条件囥伫欠命空厝的人讲，欠命空厝是一间败坏社会风气的粪扫的人。伊写人毋是讲不熟，毋过意思共款。啊，遐过来警卫守卫也毋知因到要看守啥，地主若阵地主会记诶，应该伫厂区四界行行，互因莫黑白走，毋是互阮莫黑白走。若阵地主无记，因嘛行会来阮遮跟家比开讲啊，因该是互人请，因该互人请，毋过拢是足古锥诶迄寡大兄。阮手机甲咱个笔记，阮个电脑按时无见诶时阵，佫会当摕去警卫室遐，请因甲阮斗相见。然后伊也出来讲，甲分纸摕起来要更分。佫有一寡因果，阮甲市政府遐关系也袂歹。地主因真诶想要甲因告嘛无效，市长讲，若阵即间开机的，就是开机的，遮医院这个口位是做开动物的所在嘛？好啊，咱讲迄个开清洗，若是间开清洗的土地还袂互卖掉，因就无权利去徛迄间开清洗所在，伊嘛无理由甲阮遮人赶走，然后伊也甲更好的分减获得，数是开好。数是开了后，叫阮硬目睭，就是讲，我甲你住伫遮厂是无问题啊，因有一间专门互人客住的客房。因这个所在竟然嘛互咧接台 couch server， 离开客厅，我甲你硬过迄个暗的行道来到迄间客房，内底有三个眠床，甲一个位。往顶悬的楼梯啊，毋是楼梯，爬上梯啊，是一个厝四间眠床的小平台啊，敢是阁楼就是厝景，就隔壁甲厝景隔出来一个细的空间，说阁楼。啊，你感觉安怎？你家己牌仔囥落来，甲我问。占领空厝基本上是一款对财产权的侵犯。我认同 squat 就是占领空厝，绝对是一款违法的行为。总是，这个社会已经有真侪人买厝买袂起，啊财团买一地伫黄金地段的工厂囥地囥的毋管，就囥的互伊拍远，啊要等伊起价甲卖，一囥。20年，建设公司常用土地中华的名义，甲即样的旧厝降价起大楼、起新楼仔厝。原底因买袂起的所在，变搁较贵，搁较买袂起，这就互放伫遐，啊无人用嘛。伊意思是放伫遐无人用。咱住的所在。愈来愈侪啊，住会起的人，住会起厝的人愈来愈少。有才调买迄寡啥物地堡啊、楼仔厝啊、别庄的人啊，到底是偌济人是真正需要一个空间会当去住的？我才想到，拄则甲咱统一的讲的算笑。阮来到即个世界时，也毋是拢住伫阮阿母的子宫内底。我叫甲即个看起来暗佮破的古锥圈起，甲佮看，佮甲世界个甲看者，嘛甲牌仔囥落来。倒去即个足明显是为外口捡转来的废弃的眠床。凊彩啊，怀疑即个所在已经较好算数下，较好算下了。我即摆发现讲，我即摆时间小可无够啊。
咱反正有一个问题，因照影空厝，因要食啥？咱有看到，就迄文章有讲着，因有咧做一寡石头嘛。其实因个物件拢是为外口捡的，应该是有一个空间去行路去捡物件，对，就讲就回收。如果因捡着物件足济应该因个文章有写讲，因捡着物件是足济。讲我嘛袂讲因遮人会去外口买物件，迄是足正常个。毋过其实因遮物件是啥？有一个一个现实就是食米的浪费。伊会讲去迄寡超市也是菜市因讲要创，要讲，伊就甲伊讲，我要捡迄寡生了较歹的也是叫要歹去的遐个菜市的单位的头家就会甲即个菜拢搬出来放入去因的卤内底。胖嘛会当捡着一包，遐个胖是要开去饲猪的，毋过遐个胖其实人个会当食，因就是要开去饲猪。遐人嘛足好诶嘛，拢甲遮个胖拢互因，对因个会讲，因个有创啥？因个有开一个免费市因就是甲开一个市讲。甲恁买的摕来，恁若需要就甲遮物件摕走。结果其实咱就想讲，开个市已经是物件正经互人摕走其实毋是，结果是因人买的物件搁较济，较济人要甲伊摕。伊是讲着即个食米的浪费，即个拍算的问题，就是甲因要做的代志共，就是讲即个世界资源。有阮头前讲着，遐个交工要设计互物件足紧歹去的代志。那摕食米来讲好因为即马生产的食米已经会到，其全世界生产的食米食物有够超过120亿个人食。阮即马咱。是咱因为咱是人为嘛，咱即马是70亿，咱生产阁有超过50亿，然后互50亿人食。毋过其中会当遮物件拢是干掉较济就即侪物件是用干掉讲到这今仔你来讲一个台中有一间春式餐厅，即个春式餐厅就是我头前讲的，伊会去捡一寡个人食，我人。差不多袂当阁卖伊就甲捡转来饲的，甲遮个菜阁只互人食，人要入偌济是载人去入钱嘛，因为这是人分的捡的。不过其实市场的人拢是足热心要甲因斗相共嘛足侪胖店也是顾客户，就因兜食袂了物件就摕过来，也是厝边煮伤济嘛，拢摕过来，变做是一个开讲的空间，而且个空间就通讨论足济代志，就迄是一个足悠闲个开讲是足自然的代志。就是台中有即个空间叫做华美信息厨房圣食，对，信息。是照迄个中文，伊中文写是毋是叫圣食？我会讲迄是华美春式厨房春式灶骹，迄 Google 找有，因为报道嘛足济。其实伊后来嘛做即个代志，就是因拄则讲的，应该是叫做一款叫做 free game，free game 就是因就去捡人买的，毋过迄种会当用，人会讲伊是。寄生虫还是啥物？袂做工课，规工去捡遮物件。毋过去生活敢有遐困难？就是人就是爱食，有一个空间通困，有基本的卫生。遮人就随着即款方式会当生活，因嘛无做毋叫啥物代志。因咧做即款代志之前嘛是有头路，嘛是因就是感觉讲即个世界真有问题所以因就是毋管是家己来，也是一群人。应该想要找出一寡改变的方式。讲到这个，我想到美国有一个，伊就是拄开始为安尼世界捡粪扫桶的，捡到个会当分人食的。个美国粪扫桶是个超车粪扫桶是安，我之前嘛想要去捡，不过台湾粪扫桶感觉无遐侪物件，嘛敢会扫起来，我就
我捡到一个报道，啊后来刚刚佫干掉的啥，怀疑就是安尼怀疑迄个美国的伊即马就是。伊即摆想要挑战，就是规年拢食家己新杀的，就是伊家己有一块田，伊就吃家己种的。已经食，我看已经成功啊，已经超过1年啊。咱知影讲哦，即个温宗翰就是写即个《空厝笔记》的 blog 的即个作者，伊嘛毋是感觉个作者的代志，伊记的代志嘛，足侪，毋管是社会，还是台湾政治的，即个家己拢爱关心嘛，无可能讲就甲做即个家己啊，又甲即个世界无关系。伊嘛是爱，伊嘛是即个社会嘅生活。若讲以后会去创啥？以后就是甲足侪外国嘅即寡 couch server， 也是因想要，伊个甲因请去国校啊去讲因嘅旅行嘅经验、因嘅文化、因嘅社会议题。当然，因会请因是因为伊感觉外国人拢会晓讲英语嘛，毋过其实无惊外国人就会讲英语啦，伊有一寡是法国人，英语嘛毋是母语啦。毋过咱知影讲中国语嘛，中国语绝对毋是国际语言，所以咱莫用中国语用到伤自然，好无？对吧？而且伊就是带遮个外口的人去台湾各地国校啊，去甲因讲。因的故事啊，伊的故事实在是济甲，实在毋知要安怎讲。伊转来要创，伊会四界去演讲，伊嘛有电视去甲伊采访。伊就是要发挥伊的影响力，嘛是伫台湾举办头前讲叫的免费车啊，就免费车啊，就是大家有讲摕家己买出来，啊摕家己需要的转去。因讲迄时礼物经济就是伊家己物件送互人，人伊就你嘛会摕到你需要的物件，人会问讲伊遮物件到底是敢会捡的？其实伊嘛毋知，怀疑就是捡有啊，就是捡有啊。我嘛知影遮个代志了后，我嘛大概会了解即个感觉，是你要捡啥，伊就去迄个物件可能出现的所在，毋管是回收场诶，啥物所在，伊就去看，叫伊捡着啊。就是安尼，就像人尴尬个，上无就去买嘛毋是遐困难诶代志，就会晓加想者啦。就像我即摆有咧做一个叫做家私图书馆，家私图书馆就是你会当来阮遮借家私，就即个客人嘛毋是我想起来，原底嘛是外国，无管是美国还是欧洲，一直到进前台中。因为家己讲啊，就有一个空间，迄个所在是台中的牙行里的家私图书馆。咱拄则讲着即个免费商店，免费车啊，就是甲免费商店共款，就是全台湾各地，大家会当办，你着家己少的，家己的册啊，啥物物件，全部拢衫啊，也是啥物碗拢摕出来，拢无要紧，拢通分。就是讲。有人会讲你做即款代志已经足侪慈善团体啊、宗教团体拢人咧做啊。毋过其实做这毋是因为同情，是因为足生气的。伊足生气讲，咱的媒体逐工讲伊足歹，伊足失败，要穿这，要食这，要迄，咱就消耗一大堆的资源，跋涉一大堆的员工去生产、设计、运输遮个物件。搁爱家己人甲遮会晓用物件关互慈善团体，搁去买新的，好促进即款的经济发展。好，咱知影头前有讲到即个经济发展，就是债务，就是即个体制就是有债务，无法度含清的债务，伊就伤害遐济，付出遐济，搁讲遮拢是无法度的代志。无法度改，这根本就是伤害，根本就是问题。伊讲伊生气是，互遐人毋管就拍拼做啥嘛，无要饲活家己的现实。即个社会煞互即款状况搁较直直歹落去。同时同一个时间，爱逼遐个人放下家己的自尊，去挖靠遐个社会福利的慈善单位。好，咱真正要做一个收煞。
伊毋啊关心台湾的社会、历史、文化、政治。其实我头前讲的物件，伊后来嘛有知影啦。就咱就是咧找找一个要安怎对环境搁较友善、对资源搁较好的方法。凡说有一天，认为就咱会当找到一个搁较好的方法。我遮讲的搁较好的方法是，咱即马毋管是电啊，也是油啊，拢受到少数企业的控制甲垄断。我讲的方法是未来无惊遮物件无法度搁垄断，人迄阵敢真正有自由。那阵我想迄阵应该是一个搁较自由，就是伊个选择搁较济，伊袂搁互垄断，大家拢有法度家己过了家己的生活，安尼即个社会就搁较好。反正政府的伊要做的代志嘛，毋免做甲遐济，人嘛毋免搁重塑家己一个所在，要去别位啊，搁爱领啥物护照的啥，我看像知影咧。即个康厝笔记伊做的代志嘛，影响足侪人，像我的朋友，我感觉有感觉要甲伊邀请来，结果伊无法度来。应该讲伊的麦有问题，因为阮所以就是讲，毋是所在。可伊讲一项代志，伊决定要为着失业来去就业，因为做代志份头路的上终极目标，就是互家己，互即份头路变甲无遐尔重要，无遐尔有意义。因为伊是做环境工程系，不过其实咱知影讲，即个环境工程系伊咧做就是要评估讲，即个产业会产生啥物废弃物，即个废弃物要安怎处理，也是讲，就因即个环境工程系，因就是要处理遮个废气，即个毒的物件。若准即个环境工程，若准无毒，搁要处理因即个系就无效啊。伊就希望讲有一天，伊即个头路会讲毋免搁有存在，也是侪款的头路，遮专门咧处理问题的头路会讲毋免搁有存在。这是伊写的一篇长文啊。好，时间真正无够啊。咱后摆搁来讲，伤济要讲啊，讲袂了，后摆搁来讲。好，我是顾的，大家台湾语文特区后摆再会。